詩篇22章27節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，並且歸順他，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天父嘅心緊緊繫住地上嘅萬族，就算有99族已經回家，哪怕只係剩翻一族，天父都會撤低一切去揾嗰一族被困嘅迷羊，直到最後一族都能夠脫離仇敵嘅魔掌，全部回到佢愛嘅懷抱，平安回家，喺他寶座面前自由喜樂，歡歡喜喜咁敬拜，佢嘅心先至會得着完全嘅安息同滿足。撒旦誘惑我哋嘅終極目的就係要我哋離家，同佢同歸於盡。基督救贖我哋嘅終極目的就係要我哋回家，同佢同歸於一。喺末世預言入面，主耶穌早就提醒過我哋一樣好重要嘅預兆：民要攻打民，即係話喺主再嚟之前，撒旦一定會用盡唔同方式去挑動族群仇恨，最後推向種族屠殺，甚至種族滅絕，嚟達到佢同歸於盡嘅目的。然而，教會喺末世其中個最重要嘅任務，就係要同基督一齊同工，喺呢個充滿血腥殺戮嘅世界中，播落寬中同和好嘅種子，引領萬族一齊回家，同基督同歸於一。神嘅靈一直感動我哋，要將原住民同少數民族一個個帶返屋企。華夏回家嘅聚集帶嚟嘅，不單止係普世華人大家庭嘅連結，更加係漢人同原住民族、兩岸少數民族彼此相認、互相擁抱嘅突破。呢個突破仲引爆咗原海嘯咁嘅骨牌效應，後尾出現嘅民族相愛合一、民族興起發光聚集，就係華夏回家嘅延續。嚟自全國分散嘅55個唔同族群，同心合意斬斷幾千年嚟族群被巫術同邪靈捆綁嘅魔咒，亦都化解咗多年族群之間嘅恩怨情仇，重新贖回神寶貝仔女嘅身份。家人各自着上五彩繽紛、獨特嘅民族服裝，各按自己族群特嘅文化，喺父嘅寶座面前合而為一，唱歌跳舞咁敬拜。呢豈唔係天父多年嚟嘅期盼，今日終於實現，又好似啟示錄嘅預演，我哋不禁感動到眼淚直流，心中興奮莫名，深深感受到坐喺天上寶座嘅父神都老懷安慰，感動到不得了。呢一切都源於加拿大教會向原住民認罪和好所帶嚟嘅突破。原住民族群本來擁有美洲大陸上豐富嘅資源，歐洲白人俾咗佢哋聖經，但同時霸佔咗佢哋肥沃嘅土地，鵲巢鳩佔，甚至趕盡殺絕。土地嘅主人反而變成貧窮落後、被邊緣化嘅少數民族。呢樣嘢深深傷透咗天父嘅心。天父感動代禱者，叫教會痛悔認罪，唔單止帶嚟教會同族群嘅和好，仲帶嚟咗族群極深嘅醫治。呢條醫治嘅河流一直流到台灣，流到馬來西亞，流到中國，流到泰國，流到澳洲，流到印尼，最後匯聚成為一條唔可以阻擋嘅醫治大河，去到嘅地方勢如破，攻破咗撒旦幾千年嚟堅固嘅營壘，帶嚟合一，重新奪回仇敵嘅城門。天父更深嘅啟示就係，原住民同少數民族其實係天父隱藏嘅曠世珍寶，係末世嘅秘密武器。以往各民族嘅歌舞被騎劫去通靈行巫術，令族群幾千年嚟都會喺痛苦同咒詛之中。但而家各族嘅身份、文化同歌舞一齊被贖回，通靈變成通天，成為末世反攻仇敵強而有力嘅武器。呢個係神奇妙又偉大嘅計劃。
神仲應許最細嘅族要加增千倍，微弱嘅國必成為強盛。我耶和華要按定期促成此事。等我哋一齊用信心嘅眼睛拭目以待呢一幕反敗為勝嘅好戲上演。